阿柴有子20人，緯代，長子也。阿柴又謂曰：汝等各奉吾一支箭，節之地下。俄而命武帝慕利言曰：汝取一支箭節之。慕利言節之，又曰：汝取19支箭節之。言不能節。阿柴曰：汝曹知否？單者易節，眾則難摧。戮力一心，然後社稷可顧。阿柴有子20人，緯代，長子也。阿柴又謂曰：汝等各奉吾一支箭，節之地下。俄而命武帝慕利言曰：汝取一支箭節之。慕利言節之，又曰：汝取19支箭節之。言不能節。阿柴曰：汝曹知否？單者易節，眾則難摧。戮力一心，然後社稷可顧。